多謝資本雜誌，今日好榮幸代表創維集團獲頒發 AI 家居智能方案應用大獎，感謝大會對創維 Skyworth 品牌嘅認可。呢個獎對於我哋一直堅守科技創新嘅創維嚟講係一份極高嘅肯定。創維成立30多年嚟，已經成功由彩電嘅領航者發展成為一家集智能家電、人居系統、新能源業務於一身嘅全球化領先企業。今年我哋利用 AI 技術全面賦能產業升級，由設備數據到原生 AI 操作系統嘅研發，由影音智能體到全品類產品嘅智能升級，我哋始終堅持用產品創新點燃增長嘅引擎。同時，公司推出多款 AI 應用產品，包括 AI 智能眼鏡、體感遊戲盒子，以及具備專屬 AI 功能嘅家電產品，讓 AI 不止於服務大家，更成為一個有溫度嘅專屬管家，為全球消費者帶嚟更加快捷、精準、直達嘅智能化用戶體驗。未來我哋會繼續以技術創維、敢創敢為嘅精神，用 AI 科技溫暖每一個家，去成就各位對美好生活嘅追求。多謝大家。